的生，乃是头人龙潭人。在龙潭哦，你不管做乜嘅事情哦，全部都會傾下來，搭張人都當中了，一張人都唔會少。這時間大概到你在5月2日哈，你全家哈就會來到你龍潭太平來地方看爬龍船比賽。當然哈，係人山人海哈，非常嘅鬧熱。第一，你龍潭地區嘅百年嘅傳統，讓各族莊頭嘅鄉親哦。來聯絡感情中的一種比賽啦，哈！在爬龍船最重要的就係你團隊的精神。呢條龍岩路在100年前喺龍潭，你最鬧熱的一條街，在路帶呢隻龍岩宮，係你龍潭人的信仰中心。你嘅上一代開始，幾乎哈家家戶戶都有人係二手，曾經龍潭嘅二手最離居度哈，前一世係客家人，如今眼扎係二手，而大概係一種保衛家人嘅天性，搭張人都非常嘅重要，一張人都做唔得成。